好来继续来看美国的总统川普公布到第2波的新关税，也是无台湾。啊，这届公布的国家上惨的是巴西，爱互扣税高达50%。这嘛，互台湾的产业甲投资人会担心，到底台湾会扣几%呢？有专家认为，台湾之所以卡条咧，一直无公布的原因，可能就是农产品的部分超袂好势。 硬嘛落去撒，食一喙，感觉真幸福。台湾人真爱食火锅，无论是寒天时啊围炉，还是热天伫冷气房内底啉烧汤。这火锅店的人客是有够济，火锅的灵魂肉甲青菜是业者政府对食材把关的重点之一。美国的关税名单一直无看到台湾，专家认讲卡关的原因之一，就是农产品讲袂含。 我们还有一些谈判的底线需要去守住。那另外就是说，像农业这种冲击很大的事情，可能不单单只有美猪美牛啦，比如说像粮食作物，那我们现在其实不太允许这种基改作物在台湾大规模做销售嘛。中央大学教授吴大任接受平面媒体访问时讲，川普的支持者真侪拢是美国中西部的选民，是重要的农业州。美国方面一直希望台湾会当解除美国对美国牛肉 基改食品的贸易限制，不过这有政府正伤脑筋。让步的话，民众有健康的顾虑，会互在野党攻击。不过若无甲美国达成协议，对顶关税数字就袂水，台湾出口的竞争力就会受到真大的影响。关税嘛是有政治因素。 台湾在过去就已经受到中国高度的这个经济胁迫了。那如果美国需要在整个区域的经济安全上面有做更好的这个布局或强化的话，其实台湾就是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关税结果也未公布，产业界投资人拢真烦恼，大家拢希望讲，伫关税这部分会当符合期待。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